台中外部区农会所辅导的翅膀养小班第一班6个班员参加到台中市国产零警秘的评鉴比赛，有2个摕到第等奖，3个摕到头奖，1个摕到优等。手提旁边的产品比大区母。外部区农会辅导的翅膀产销班第一班有6个班员进行参加台中市国产零用旁边评鉴比赛，成绩真好，有2个得到特等奖，3个头奖，甲1个优等。翅膀10多年的王兆立，以精准的采蜜技术甲气候的掌握，伫风味评鉴这个项目得到评审的肯定，摕到第1冠军，得到特等奖。另外，这位芳农区明宏，这是第3摆参加评鉴，想不到就得到特等奖，真欢喜。每一位前辈怎么样让自己的蜂蜜品质更加好？他也谢谢各位前辈的不吝啬指教，才有今天的成绩。农会也表示讲，望透过每一年的评鉴比赛，提供予芳农参考，进步提升蜜蜂的采蜜技术和外部出产的蜂蜜品质，更加进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